再睇下，粵車南下即日擴展至大灣區9個內地城市，首日近120架車入境。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話：會繼續探討進一步擴展名額、城市甚至過境口岸。荔灣環島轉入淺水灣道。嚟自佛山嘅陳生喺粵車南下擴展至大灣區9個城市嘅第一日，就駕駛外區嚟香港。前面路口先直行，然後向左前方行駛。第一次就體驗港島嘅彎路。佢話：雖然以往嚟過香港好多次，但係喺香港揸車都要適應。特別是喺運輸處嗰度一定要慢啲，因為內地咧佢係日時針嘅，但係喺香港咧佢係運輸處順時針嘅，非常之開心咯。就係能夠即係俾去買嘢嘅話，都可以帶上自己部車咁，即係平時自己揸車過你咧，自己要揾好多行李上車。3、2、1。除咗佛山之外，深圳、東莞、貴州天文台啱啱正式改掛8號風球啊！都可以預約入境香港市區，每日名額增加至200個，最多停留3日。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話：未來會探討進一步擴展名額、城市，甚至大橋以外嘅過境口岸。我哋都會去密切去做一個檢視啦，同埋都會同廣東省同埋相關嘅口岸咧，係去繼續我哋嘅商討嘅。當局期望出年第一季爭取擴展粵車南下至廣東省21個城市，方便兩地人民交流同埋車流往來。內地旅客除咗可以揸車入市區，亦都可以使用新嘅易泊遊服務。嚟自廣州嘅唐生，一家6口3代同堂，揸車到港珠澳大橋，喺口岸停車場泊車，之後就到附近，亦都係小朋友最中意嘅迪士尼樂園。成個過程得2個零鐘嘅啫，所以好方便。我哋今次主要係嚟迪士尼啊、大嶼山啦、東涌呢幾個地方咧，下次過嚟我哋玩市區啊，或者同埋其他啲地方去。佢哋話：由於颱風襲港，原定3日嘅行程縮短至1日遊。無線電視記者盧卓文報導。提大家，天文台啱啱喺夜晚10點10分改發8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。我哋繼續睇下，日本近期喺美國